头一摆开嘴向你要求，你莫搁甲边柜作对好。什么？我与边柜作对？伊是西洋所派来，一名的奸细，老夫就是知情不报，日后岂敢是受伊连累？不是，边柜伊毋是奸细，伊即摆是等来看我，伊是专当要接我去西凉大。唉，三妹，你嘛毋通搁再咧迷茫啊！搁再讲人四边柜已经带西凉的大靖公主啊！你就算讲搁再等18年，伊嘛无可能讲带你去啊！无毋对，三姨妹，我认为四边柜倒转来看你，这是个少哈。伊的目的是要倒转来，探听到我国的虚实啊，通要派兵来侵犯着边关啊。原来，本阿爹会安尼想，拢是你伫遮伫咧挑拨。我毋是挑拨，我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家己重地的安危，我袂用伊无顾啊。为何？处事无比，有无情，必须要团，为的真那情。求爹来上殿，做保证，开小妹在，变得最面。不必多言又多语，孔子以下难逆天，只怪偏贵不成器。会是为何啊？望早啊！阿爹，边柜是冤枉的，伊。对，无错。老夫早就已经无将你当作是我的女儿了。出去！什么人敢赶我的查某囝出去？上呀！当时你要赶宝钏出门，我什么话都无讲。18年，我受尽思你之苦。你即马若是要赶宝钏出去，好，你就含我煞赶出去。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甲阿爹咧生气。你莫管我的代志。上爷，你也未回答我的话，你是要保四边柜也无？我唔保。你，好的。
第三查某囝甲第三囝婿，另外是你的啦。我早就无将因当作是我的事实啊。若要报，你也袂晓家己上殿去报伊4边过。你这个老糊涂，你会后悔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三妹啊，他4边过竟然是干涉，我看这位是为死定的啦。三妹啊，爱着想开，唔通搁哭啦吼。母亲，二妹，你川啊，你搞哪里去？哦。我听人讲，贵公鸡贵老将军是一个10分正直的人。既然死袂使，伊是冤枉的，我相信伊一定会查明此事。无唔对，贵老将军乃是5条中第一大忠臣，伊是忠心耿耿。我相信死袂使，伊绝对袂含冤不表。是咱魏家唯一的传家之宝，不论娘娘生下皇子，或者是公主，我想讲这个玉环留落来给我的外孙。为4片过，伊就是老虎的外孙了。班长，伊既然有干涉嫌疑，而且事隔数10年了，老虎绝对袂用你干那骗这个玉环，一来认为伊就是皇子李温。我应该爱小心来查明此事来龙去脉。贵老将军，你能退啊？是。我来王家教育，老虎不敌，多有失罪。去教。是王爷，请坐。多谢贵老将军。是王爷，听你讲起来，王丞相格为好，就是甲你结仇，所以才专登用计对来陷害你。无错，王丞相是为着伊王三姐的婚事，为好是霸占我的功劳。本来这次倒转来，是要向伊讨18年来的留下，更加伊陷害本藩的心理。本院定期以来，岁岁年年派人调和进贡，而且佮教着伊西凉百姓汉文礼节，开放就关口，互伊百姓佮中原的百姓同享。一切这敢毋是伊表明我4平贵对大同的忠心吗？对，是王爷所讲的，句句都是事实，老虎绝不能不相信。
既然如此，我四平贵可以过世了。哦，当然可以。请。班长，少爷，上老虎无卖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我请问你手上，迄块玉环是对倒位得来？这是我生父母留落来遗文。哦，梁尊叫做什么名？文凡出世就崇亲帝信，拥护世良，师父叫做道中。道中，当年普州皇子的太监正是道中。少爷，我来问你，你手骨头是受恰子？有一个恩律。皇上，30多年前，皇上你出罪名神，找找皇子李温，神今仔日将伊恢复死了。贵卿，你讲四平贵是点的皇帝李温吗？正是，有神当年送回娘娘的白玉环，而且回娘娘还佫着皇子的手骨头。用金针甲伊扯去稳去。好啊，皇帝。沙地夫啊，莫搁哭啊啦！我想哦，老细大概袂死啦。来，乌鸦嘴乌白讲咧讲啥事？阿地夫啊，虽然相爷心肝遐勇来讲哦，我想苏元帅伊一定会去保三弟，你免烦恼啦。无容易，哪有为好甲阮阿爹去做证？只讲死亡是奸细。阮大姐夫也无法度通好救伊。沙小姐，沙小姐，沙小姐，大小姐吼，伊讲好消息要来禀报你。三妹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姐，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还够有心情，通甲我滚酸笑。三妹。我就是知影讲你心肝内真烦恼，所以恁大姐夫就将这个好消息甲我讲尔，我就随走来要找你。哦，大小姐，那你嘛紧讲。元老将军已经认出四平贵就是当年江内失散去的皇子李温，也就是元老将军的外孙啦。皇上已经是四平贵为提君，因为皇上即马量体欠安。四平贵，伊必须留踮宫中亲自汤药，毋则暂时袂当出宫甲你见面。真是嘞！
这款鱼技术，三地竟然会成太子。无稀奇啊，无奇怪，这落代志我早就知。毋是新鲜下凡来，这落代志你哪会知？我的眼光上厉害，三地是真良来投胎。既然你是阮老大，你莫分家规搁咧加操蛋。你无大无小黑白花，分家规嘛是恁老大，恁老大。这实在真想袂到，想袂到讲四片开，竟然是皇祖李运啦！大好，皇上年事已高，而且心任当万一四片开若是登基做皇帝，恐惊对咱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老是伊的较好，伊讲靠对我怎样是？那好啊，你敢袂记？彩楼招亲之时，你用50两银要买彩球倒倒，连为三姨妹退散，又搁甲三姨妹三极足，父女反目，这代志四片贵一定拢记在心内。何况，较好啊，你搁枉走伊是干涉。这若是互伊做皇帝，首先要对付的人，恐惊就是家具你甲小三。你看，这要安怎？家好，小三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掌握兵权，敢惊讲无法度对付四片卫士？你的意思？看皇上心将大太兵杀死四片，代志就解决。也毋过，四片贵现在拢在伫宫中来伫咧盘卡。咱即摆陆军当将，万一咱来惊动着皇上，是最大难度。哎，到时阵小婿才扶你做皇帝，是免人敢反抗。